位于河南嵩山的少林寺是少林武术的传播地。早在公元495年，佛陀善多住持的时候，就已经有许多会武术跟其他技艺的民众剃度为少林寺和尚。其中善多的2个弟子慧光及僧稠都是身怀绝技。少林僧人不修苦行，闭关禅坐就是修行，而在禅坐之余，为了活动位于河南嵩山的少林寺是少林武术的传播地。早在公元495年，佛陀善多住持的时候，就已经有许多会武术跟其他技艺的民众剃度为少林寺和尚。其中善多的2个弟子慧光及僧稠都是身怀绝技。少林僧人不修苦行，闭关禅坐就是修行，而在禅坐之余，为了活动筋骨，于是就发展成少林寺最初的武功18手。这武功18手开创了手重悟性、次为体健、末为防身的传统。历代僧人在禅坐修持完毕、站立起来的时候呢，都用脚用力跺地，以舒展腿部的筋骨。地上石砖因为历代僧人众多，早已踏出一个个的凹坑，形成大殿之内的独特奇观。位于河南嵩山的少林寺是少林武术的传播地。早在公元495年，佛陀善多住持的时候，就已经有许多会武术跟其他技艺的民众剃度为少林寺和尚。其中善多的2个弟子慧光及僧稠都是位于河南嵩山的少林寺是少林武术的传播地。早在公元495年，佛陀善多住持的时候，就已经有许多会武术跟其他技艺的民众剃度为少林寺和尚。其中善多的2个弟子慧光及僧稠都是身怀绝技。武术位于河南嵩山的少林寺是少林武术的传播地。早在公元495年，佛陀善多住持的时候，就已经有许多会武术跟其他技艺的民众剃度为少林寺和尚。其中善多的2个弟子慧光及僧稠都是身怀绝技。